把酒摕起来，我有代志要讲。你敢还会记得罗先生的模样？你还会记得伊啥物代志？我还阁会记咧，有一摆我来干工，我师傅修理冷气，大家啉一下茶，休困一下啦。今日遮热着，阁有凉的啊！免啦，我无较紧做完咯，去后一间阁要互头家骂。啉一撮茶就要紧了，啥物后头家哈？啊，食人头咯，就是安尼啦。迄个时阵，我才知影，是安怎罗先生头毛才揪着。伊竟然咧想代志，手着拿伫伊的头毛。我头一摆拄到这款代志的时阵，连续一个月拢困袂好势。逐摆目睭揢起来的时阵，就会看到迄个厝骹后起的身躯。我迄阵感觉，敢是迄个厝骹真晚昏寒，才会互我第一个发现。后来我感觉，我安尼落袂用的。就逼家己转去迄间厝，翻头去想，甲迄个厝骹发生过啥物代志。